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翠安全世界大欠会。17年前对抗 SARS 的专家之一，台大医学院医材所的所长林世明，经过纳米实验来证实，挂过翠安其实伫温度40度的环境下，烘超过30分钟，就会当有效来杀死掉 SARS 的病毒。讲用风沙机或者是风碗机拢会当。所以林所长建议大家，若是真经买无翠安，伫不得已的状况下，会当考虑中伏来使用翠安。对抗武汉肺炎排列，要翠安变成全民运动，推行10年做了7天2片，敢有够？买2片的意思不是叫你用3天半啦，是叫你说不要用了。本来没有社区感染就是不要用。我们本来1年大概要用6亿多片的口罩。 那其中有4亿片是从中国进口，那现在加上武汉疫情，当然连老百姓我们一般人民都要用，那就更不够了。翠安的数量就是无够，因为民众买无翠安会惊。专家建议讲，万一真正若买无翠安，就必须考虑消毒后中伏使用的可能性。烤干也好，或用病毒碘，或用这个纳米银，或这样子来做也可以。 用过翠安要安怎有效的消毒中伏使用，在伫17天前介绍出 SARS 病毒纳米结果，研究出台大抗刷1号有效对抗 SARS 的病毒专家台大医学院教授林世明，就透过先进的纳米实验得到证实。低温下40度C 就好，甚至37度C，在烘衣机里面稍微放30分钟。 林世明教授进一步解释讲，其中关键在冠状病毒伊的表面。冠状病毒上面有一些突起蛋白，有一些突刺，那这个其实就是它跟黏膜细胞的接收器。如果你把这个突刺上面的结构水拿掉的话，突起蛋白它会变，整个会 denatured 变形之外，突起蛋白跟主体也会脱离。 林世明透过病毒纳米结构实验证实，讲伫摄氏40度的环境烘30分钟，对采好80纳米的 SARS 冠状病毒，改立做4纳米的刺，有效的消毒，同时袂去伤到喙暗的效果。它还是需要做一些比较确定的一些研究发表出来了。我们当然如果成功的话，乐观其成。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乐观其成，面对全世界拢欠翠安，万一民众真正来买无，这个经过纳米实验证实对 SARS 冠状病毒有效的翠安再生法，无的确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定。